好，咁咧呢條片咧就主要係講2026年 DSE Core Maths 嘅 Final Reminder 啦。咁知道下個禮拜一就係呢一個考 Core Maths，咁所以咧喺呢個時候啦，可能一啲最終啦，可能呢個禮拜你或者想有啲咩 checklist 想提點一下自己嘅話咧，咁我都會喺呢條片度講一講嘅。咁就留意翻啦，呢條片咧係因為講真，個個都想衝到5星星啦，咁但係去到最後一個禮拜咧，咁其實知道自己衝唔衝到5星星咧，咁就即啲嘢有冇得再 improve 落去咧，就好難話而家一下子由2跳到5星星咧，咁就應該都做唔到噶啦。咁你話可唔可以再跳去5星星？有可能嘅，但係機會渺茫一啲嘅，因為最後一個禮拜啦。我個人覺得係心態大於一切嘅。咁但係都有啲咩可以提點一下大家咧？咁所以我其實呢條片咧係比較適合啲衝4嘅同學仔去睇翻嘅，即係可能話唔知點算啊，補個4都好啦。咁但係補個4啦，講就咁講，但係點樣補咧？首先所以今條片唔會 cover 太多嘅一啲內容啦，只會係好基本嘅一啲大家都知嘅嘢嘅。咁首先咧講一講呢個時間分配上邊，係啦，咁樣講翻呢一個時間分配上邊啦，好重要嘅呢樣嘢。係啦，咁首先我先會由 Paper One 開始講。咁 Paper One 開始講啦，咁係啦，Paper One 咁咧就分到 A1 啦、A2 同埋 Part B 噶嘛，係咪 ？OK， 咁佢哋嘅分數啦，分數係各35嘅。咁但係咧去到呢個位咧，唔好諗住全部即係一樣時間啦，咁唔合理嘅。OK， 咁呢個位咧，我會分翻你睇下你衝乜嘢嘅 level 去決定。首先，如果你係 around level 2 to 3嘅同學仔覺得合格就 OK 㗎啦，咁我建議咧你呢度咧喺 total 嚟講係2小時15分鐘 ，which means that 150分鐘嚟講啦。咁我會建議你呢度係擺係會擺翻50至60分鐘嘅，係啦，50至60分鐘嘅。咁50至60分鐘啦，咁然之後後邊 A2 咧都係同樣地50至60分鐘。好啦，咁剩翻啦，就大概有15至20分鐘嘅15至25分鐘嘅時間喺度。但係點解我都會堅持話 level 2 to 3都一定要仲要擺時間落 part B 度咧？但係你可能心諗，明明我都 level 2，即係我 level 2嘅資質啦，都未必識得做part B 嘅題目啦。但係我建議大家都係唔好去放棄，因為 part B 其實都有 so called 叫做質分題嘅項目嘅，即係例如 probability 嗰啲啦。咁你 probability 嗰啲咧，咁其實嗰4分係分分鐘仲容易執過你喺 A2 好辛苦做一條 maturation 嘅，即係對於 level 2 to 3嘅同學仔嚟講。咁所以我會建議翻你，如果你可以擺翻少少時間落去執一執4分嘅話咧，都係聊勝於無㗎。好啦，去到 level 4嘅同學仔啦。嗱 level 4嘅同學仔，我會建議你呢度咧part A1 啦，就可以再減翻少少嘅，即係例如 around 啦35到45分鐘嘅呢個位。其實都35到45分鐘嘅略嫌太多啦，大概我諗35到40分鐘左右，35到40分鐘左右。好啦，咁 A2 啦，咁都係 around 45啦，到50分鐘左右，到50分鐘左右。OK， 咁換言之啦，我當你呢度35加45，即係80，即係呢度大概咧就60到70分鐘左右，70分鐘左右。咁咧 level， 如果你有 part B 咧，有能力做到60至70分鐘左右的説話啦，唔係喎，係嘅時候咧，80其實呢度70。如果你有60到70分鐘嘅時候啦，咁其實你喺 level 4嚟講，即係你 part B 嚟講，除咗做到 probability 之外咧，理論上啦應該仲做到 ASGS 啊，一啲比較簡單嘅套裝題目應該處理得到嘅，係 last Q 應該有機會未必有時間做嘅啫。好啦，去到如果我係話 level 5，你 aim level 5到5星星嘅話咧，嗱呢個位 A1 咧，我會建議係25分鐘樓下嘅。
但係有陣時未必得啦，就好似2025年嗰條嘅，即係有條 A1 啦，第8題都頗為麻煩一下啦，咁你未必可能25分鐘之內做得完嘅。咁 A2 我就建議咧係喺呢一個35分鐘樓下嘅。OK， 咁你剩翻嘅時間你就自己揀啦，好唔好？咁咧基本上大概就係咁樣，因為 Part B 咧基本嗱重點係其實咧你要細心啲 check 卷，即係 check 卷係先係最重要啦，因為你喺 B part 攞分同你 A1、A2 咧因為個分數係一樣嘅，但係咧你付出嘅時間同努力係完全唔對等噶嘛，大家知道。咁所以其實咧建議就係你 A1、A2 根本最好就唔好失分 ，B part 就有咁多攬幾多咁就夠噶啦。OK， 咁剩翻嗰啲就睇 cut off 睇名數嘅啫。好，咁跟住啦，去到呢個位講完基本上時間分配，咁 Paper 2冇乜大分別嘅，因為 Paper 2咧大部分咧 Paper 2都係 per MC 咁計嘅啫，其實。你 per MC 大家都知道係 around 75到90秒一條啦，咁冇乜太大特別嘅。如果你咪自己喺嗰啲咩某啲 topic 可能頭嗰10題做快啲，同埋最尾嗰2-3題你知道係考破必嘅，好簡單 variance 嗰啲嘅，咁你咪臨做咗佢咯。咁嗰度自己 squeeze 啲時間出嚟啦，咁樣。好啦，咁跟住去到後邊咧就係講緊呢一個。最主要係今日係講下 Paper 1嘅東西嘅 ，OK。咁 Paper 1 A1 冇乜太大特別，都係講緊啲基本嘅 topics 啦，同埋即係你都係嗰個 flow 去做㗎啦，都係嗰個 flow 去背啦，同埋去默出嚟啦，即係 change of subject 啊，一啲law of index 啊嗰啲，基本上咧都大家做慣做熟㗎啦，咁樣。好啦，咁跟住我會集中講下 A2 嘅。好啦，咁 A2 有咩講咧 ？A2 咧，我會想先講 variation 先嘅。好啦 ，variation 咧其實咧喺 paper 1嚟講有一個作答 flow 可以背，咁如果你而家背到就最好啦，背唔到就你大概記得啦。咁通常咧佢一條問題啦，佢就會俾2個 condition 嚟㗎嘛，即係假設2個 condition 嚟啦。然之後咧，你就要例如佢話 S 係等於幾多嘅時候，嗰個 P 咧大 P 就會等於幾多啊？咁樣噶嘛，係咪？同樣地，如果 S 係另外一個數嘅時候，大 P 又會等於幾多噶嘛？係咪？咁所以有個作答 flow 嘅 Part A 多數都係條題目咧，多數 Part A 都係叫你砌翻條式嘅啫。OK，Part A 多數都係叫你砌翻條式嘅啫。咁咧最緊要起手式 Step 1。叻咗個 P 大 P 係一個咩啊嘛？咁你就話 A， 佢就睇嗱呢度照版呢度睇即係執藥咁執㗎啫。佢話咩 varies inversely 啊，點樣都好啦。總之就係砌翻條式。假設我而家 partially varies 啦，咁我就假設我而家呢度我係假設佢係 partially inverse 啦。partially varies 啦 ，OK， 咁我就話 AS 加 BS， 嗱呢個好重要嘅，where A and B are real constants 啦 ，OK， 呢個一定要，因為你叻咗啲嘢，你要假設成佢係一個 constant。好，然之後 Step 2。就係塞翻晒佢啲 condition 入去，塞翻題目俾嘅 condition 俾你啦。OK， 然之後 Step 3用 program。去到呢個 moment 咧，就唔好再話，哎呀，我仲未入到 simultaneous equation program 啊。咁其實好老實咁講啦，你應該早入咗嘅，係啦。咁好啦，呢個位點樣用 program 咧？就你話 by 你其實因為咧，你只需要寫 by solving 1 and 2，其實呢句嘢咧已經 implies 緊你可以用 program 㗎啦。咁咧就去揾翻 A 等於乜嘢，同埋 B 等於乜嘢 ，OK。然之後第4步就係砌翻條式啫。
咁嗱，理論上 part A 就係咁樣就叫做靜待3分㗎啦，靜待3分。OK， 嗱呢度會有1分，呢度揾到第2分、第3分，通常係咁樣嘅。砌翻條式 part A 好 fundamental 冇乜特別，然之後去到 part B 叫做應用。OK， 應用咧就係基於佢會俾多個 s 你，俾多個細 s 你係等於幾多啊？叫你有冇都係兩種 condition， 一就係個 p 有冇機會大過某一個數咧，係咪？或者 or 有冇機會細過某一個數咧？咁你就去做 justification 論證部分。嗱，你做咗論證部分之後啦，咁你就可以得出個結果啦。OK， 第二就係佢有冇可能，或者佢會等於啲乜嘢？直接係個 p 等於乜嘢？咁呢個你就自己計啦。OK， 咁通常咧你識得塞個 s 落去啦，就1分嘅啦。OK， 同埋揾到個答案 answer 分2分，於是者成條 variation 就叫做完。OK， 咁基本上好似默書咁樣，將啲嘢默翻落去就 OK 㗎啦，係咪？好啦，跟住然之後再講咧，就係呢一個 polynomial 部分。嗱 polynomial 咧就可能會比較多少少花款嘅，但係萬變不離其中 part A 都係叫你揾翻啲未知數。咁 part A 要點揾未知數咧？記住就係要利用翻題目有俾你嘅 conditions 啦。同樣地，大機率 simultaneous equations 或者係利用緊一啲叫做 remainder theorem 嘅嘢，係啦。咁詳細係咩咧？呢條片就唔講 remainder theorem 係咩啦，你suppose應該要知嘅，係啦。好啦，或者 factor theorem， 留意翻，如果佢話 x 加3 is a factor of px，implies 緊啲乜嘢啊？就係 p-3 等於0，呢個就係 factor theorem 或者 remainder theorem factor theorem 講緊嘅嘢。OK， 如果佢話 f(x) is divided by x 減1 the remainder is -1，咁呢個嘢其實 implies 緊咧就係 f(p1) 等於-1啦。OK， 呢個就係 remainder theorem。OK， 當你揾晒未知數之後 ，part B 同樣背 flow。有咩 flow 要背？通常 part B 都係問你 roots 嘅，都係問你有幾多個 roots 啊，或者有係咪 irrational roots 啊。OK， 首先分咗咩叫 rational 先。rational 就係全部可以以份數表達嘅形式。OK， 全部可以用份數表達形式，即係咩啊？一都係份數嚟㗎嘛，1/1啊嘛，係咪？所以呢啲就叫 rational。irrational 不能以份數表達嘅形式。乜嘢叫不能以份數表達嘅形式啊？root 2唔能夠以份數表達嘅形式。OK 嘛？好啦，咁點樣分 root 啊？多數都係利用翻 step 1， 利用翻佢俾你嘅 condition。OK， 利用翻佢俾你嘅 condition， 然之後，因為咧考評局係唔能夠俾你自己去 fact cubic equation 嘅 ，OK， 咁所以咧一定係要化咗做咁樣คู啦，而最大嗰嚿嘢只能夠係2次方嘅啫。3次方唔緊要，3次方陣間會再教你點樣處理嘅 ，OK。總之化咗做一啲嘢先，好啦，跟住你就要推落去啦。when 括弧等於0，咁 x 就會等於乜嘢咧？係咪 ？OK。咁另外2次方，如是者你2次方
好啦，如是者你二次方嘅時候咧，你咪用 formula 01咯，係咪？咁呢個好簡單冇嘢做。好啦，去到三次方啦，而家我簡單講一講三次方點樣 fact 先。好啦，三次方因為咧考評局 assume 你咧係唔識，因為佢係 assume 咧你係唔可以自己手爆到嘅。當然你有黑科技QBE question program 就唔係咁嘅講法啦。咁但係 suppose 考評局覺得你唔應該用 program 㗎嘛，啱啱先？雖然大家都有 program 啦。好啦，咁如是者，所以換言之，如果佢係有三次方嘅東西咧，嗱，如果佢有三次方咧，其中一個 root 咧，嗱，戴翻頭盔先，其中一個 root 大機率會係1或者負1。OK， 將1同負1濕落去，睇下出唔出到零，出到啦，再 fact 完之後 formula 01就係咁樣。好啦，跟住分 roots 嘅 condition，roots 嘅 condition。OK， 分 roots 嘅 condition。OK，delta 等於0 ，repeated root 啦，係咪？唔好咁樣處理。好啦，基本上你 formula 01出到01咗之後，你出到靚數咪抄咯，係咪？靚數就抄啦，就抄啦。好啦，爛數咧，其實咪就係等於 x 等於負 b 加減開方4b square。b square 減 4ac over 2a 呢嚿嘢啫 ，OK。嗱，呢嚿嘢有 n 分㗎，記得數呢嚿嘢有 n 分㗎，有 n 分㗎。好啦，如是者做咗呢嚿嘢之後啦，咁呢嚿嘢多數咧都係 irrational root 嚟嘅，因為你有開方嘛，你開方其實呢即係爛就已經係 irrational 啦，不能化作做份數啦 ，OK。咁如果係 math error 咧，就直情係 no real root 啦，係咪 delta？ 嗱呢個咧你就用 delta 嘅 proof 啦 ，delta 係細過0啦，咁樣。OK， 跟住基於條題目俾乜嘢，佢要你答乜嘢，執藥咁執嘅啫。基本上 polynomial 就係咁樣砌法，好啦，咁其實咧，因為大部分啦，希望我今日分享咗呢兩嚿小嘅嘢咧，咁其實大家都會執到 around 10零分咁樣嘅。好啦，因為都真係諗唔到啲乜嘢太大，去到而家咧，即係可能你短，如果我要你睇一條2個鐘嘅影片，咁你都未必睇得晒啦。咁所以咧，我希望簡單今日分享咗少少嘢俾大家知道咧，咁你就係啦，盡執啦。好啦，今日我最後一樣嘢想分享就係 MC 啦。最後一 part 啦。嗱 MC 咧佢會有好多 true false not given， 即係 true false 嘅題目啦，係咪？即係例如就話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rue 啦，或者 false 啦，簡單啲嚟講，係咪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rue or false？ 好啦，跟住咧佢就有1、2、3個 option 啦。然之後 A 咧佢就話1同埋2 only 啦，跟住 B 咧就係話2同埋3 only 啦 ，C 咧就係話1同埋3 only 啦，然之後咧 D 咧就係1、2同埋3都係啦。好啦，嗱呢個位咧就係想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揀 option 嘅啫。所以你見到我完全條題目同任何數學 concept 都係無關，即係純粹喺呢個位去睇下大家知唔知道考評局係點樣出卷嘅啫。好啦，咁啊先睇一睇喎呢個位。OK， 嗱多數 OK， 咁啊答案咧其實咧大機率咧，如果我咁樣排嘅話咧，就咧係 A 或者 dog 嘅大機率。個原因係乜嘢咧？我假設如果假設我而家條題目係話緊你邊樣係 true 啊，
好啦，正常同學由頭做到落尾，係咪？由頭做到落尾。好啦 ，which of following is true？ 如果係錯嘅話咧，咁佢好快做完呢條題目啦。OK， 直接就減 boy， 直接就減 boy。好啦，咁考評局可唔可以考到你？佢想你考到第二同第三樣嘅嘢，好明顯做唔到啦，係咪？好明顯做唔到。咁於是點樣啊？好啦，咁我咪圍繞你逐個都做咯，逐個都做嘅時候，咁我咪就係話第三係錯咯。咁起碼你3個論證都做晒，你3樣嘢都做晒，你知道咗邊樣啱邊樣錯嘛？即係你已經燒咗你一啲嘅時間啦，係咪？嗱，所以去到最後嘅判斷，一係3，一係啱，一係錯啦。即係佢嗰個令到佢分半高下嘅位咧，就會集中咗喺呢個 option 3度啦。好啦，嗱，如果分辨高下嘅位集中咗喺 option 3度嘅時候，咁啊一係 A 一係 dot 嘅啫，係咪？好啦，咁所以咧呢個時候咧，有2個方法建議大家做，一調翻轉睇翻上去。咁如果你3，你分辨高下嘅時候，我已經知道佢係 false 啦，即係已經知道3係 false 啊嘛。咁嘅時候我咪可以直接圈 A 咯，係啦。咁如果我咁啱真係咁唔好彩喎，3係啱嘅時候，我逐個調翻轉睇翻上去咯。係啦，咁呢個係第一個做法。第一個做法就係底個 option 睇翻上去。好啦，假設如果你真係好冇時間或者好難，你根本就唔想睇嘅話咧，我有第2個方法嘅，但係呢個咧係 risky 嘅 ，OK risky 嘅，直接揀多。原因係咩咧？即係冇話一定啱嘅，但係因為如果你真係唔夠時間啦，除咗你睇呢個 distribution， 因為佢有11、11、11、12啊嘛，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啦 ？MC 平均分佈法啦，但係唔一定啱嘅，但係咧大機率嚟講，呢啲咁嘅判斷題佢都想你 just 晒3樣啦。如果你通常度都仲有好多嘅，咁你就直接揀度啦。但係呢個非常之冒險。如果你唔係得翻 around 可能1分鐘，即係或者係1-2秒，你翻1-2秒啦就收卷啦，做唔切啦嘅話咧，你都唔好選擇第2個 option 呢樣嘢度，呢樣嘢去做，純粹 just for reference 嘅啫。OK， 好啦，咁就今次想分享俾大家嘅嘢咧，就大概係咁多啦。咁如果希望大家即係考試順利啦，咁樣啦，咁就係啦，最緊要就係早啲休息啦。即係而家如果有咩3個鐘啊嗰啲咩溫習影片咧，就一係就較2倍速去睇，一係就唔好睇啦，因為心態同休息重要過一切嘅。咁就希望大家考試順利啦。咁就今條片去到呢度，係咁先。